这人无啥要紧，来关心的是新北土城这个不幸。今日透早3点外，新北市土城区延寿路一栋7层楼啊悬的这个徛架，全咧火烧厝，因为这个住户是做园艺工作。 有真侪机师爱充电，所以讲呢，这个充电的这个电池呢煞导火，因为呢有真侪即款无法度理解情形，所以讲火呢烧了真猛，通了真紧。啊，像这厝内拢是拍通的中国楼梯，意思讲有延宕效应，这个火滴冲真紧，意思讲这个厝主的太太、后生甲因查某囝男朋友未赴逃生，众心灰困。 火烧甲真严，白烟呛真悬，社区民众困到一半，赶紧逃生。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规栋主体拢烧烧起来。消防队员是被告隔壁栋铁厝厝顶救援，就连隔一条街路的民众嘛拢惊精神。另外一边，消防队员是紧急由水线冲入巷来救援，因为有人无走出来。我是听到有那个消防车开过来的声音，我们就失火了。一开始可能是小火，后来他们可能是喷水，可能啊，这个我不确定啊。喷水以后后速爆炸。今仔日半暝3点多，新北市土城区延寿路这里的一口罩住伫4楼到7楼，因为咧做原艺工课，厝内订真侪物件。 导火所在伫4楼，当时理电池爆炸，因为厝是中拍通，延宕效应，互浓烟侵入搁较紧。老爸和查某囝及时为4楼走出来，老母和后生昏倒伫6楼的楼梯。查某囝男朋友是伫7楼，互绑落来铁片钉掉咧，造成3人死亡。做主和查某囝虽然是幸运走出来，也毋过嘛敢来当伫边烦恼。刚开始锂电池起火爆炸。 据他们的家人所讲，有初步的有进行这样的一个救灾，但是火势很快，爆炸非常的迅速了啊！刚开始温度是相当的高哦，那最后我们大概经过我们的强制的这个水力啊，我们来做一些灭火的工作。炭烧一面烧大概是150平方公尺，消防队员使用点外钟的时间将火势扑火。 这场火灾造成3人死亡，走出来的老爸到病院看到亲人的最后一面，心肝真艰苦，唔敢相信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